繼續來看係前每上防客人專題，對每週除了3個之外，最近2幾年，我就當到80年代之後出世後場了，將傳統3個通州用客家文化用流行歌曲來詮釋，透過名路嘅放鬆，見打出名聲，見俾圖大家來認識兩個創作歌手鄭慧彬2004年40中一條。客家威廉舞唱出嚟，每種人對傳統客家回憶所得到回響，又大概客家流行音樂對客家影響每種嘅生活。日光光燒菜籠，騎拍馬過蓮塘。只有情感嘅涵蓋，唱嘅係一道客人，做客是成個嘅童謠，日光光。帶條無奈後嘅歌詞，同時未唱出每種人對傳統3個嘅向往。你們的表現，地球人都知道嗎？曲風旋風改變，搖滾樂嗰個清晰行嘅騎馬舞，被表現出後生客人嘅活力，希望會重新模仿受到傳統嘅痕跡。本來是啊，友好3個啊，你都留啊，留點啊。那這個基礎上，我們把它用流行的元素啊，比較勁爆的節奏，把它玩到起來。友好3個。鄭慧彬今年29歲，係梅州金曲名嘅創作型歌手。04年第一擺創作是用梅州傳統嘅客家民歌威廉舞做主題。另外嘅同名錄後打出名聲。通過創作，然後把客家一些文化、客家一些元素放入來，再來唱，然後你就又可以睇到傳播嘅效果，然後又可以使大家了解客家。同傳統嘅元素分解重建，本歌曲更加有生命力。08年發行第一張專輯，都解是中國客家流行音樂界，實講係帶頭嘅人，咪係一個真開膽嘅企業。慢慢從大家從無到有，從陌生到了解，最起碼從梅州嘅話，叫見大家都已經知啲客家流行歌曲。呢幾年佢都覺得，睇下會是幾馬片，幾馬片都會打。食數咁多嘢係你要。來到鄭慧彬嘅屋企，人客見到一個角頭，一片是佢創作嘅基地。摸到2平台嘅空間，一台電子琴、電腦、混音器，同一件簡單嘅錄音室，細蒙細，但是設備樣樣有。唱嘅係愛客家，自身嘅分流是。同梅州跳起鄭慧彬同款，是有專業錄音室嘅素材，先見動小。但是對都係公務員嘅用工者來講，特別投資其實負擔唔大。對，反正做音樂好的時候，以前領到所有工資哈，都要買所有音樂設備好啊。一般老人家唔單止我哋唔哋本身發批本嘅反應啊，但冇錢嘅時候，還會推拿個錢來調音樂地位些。創作起來，本用是為送茶來作用。同鄭慧彬嘅創作路向，係我嘅雙手係真重要嘅力量。邊度記得媽，而家話有錢飲水飽，我哋係要音樂就去到啊，要音樂超地飽，超細飽。兩公者廣播離譜，感情當好，向下打出客家流行音樂同中國市場。創作係對傳統來解，是模行傳統嘅橋路。鄭慧彬咪啟發國家到後生嘅梅州客人，唱出自家嘅搖滾山歌。客家新聞連編有了記者同中國廣東梅州嘅採訪報道。